台灣致癌起雲劑，即係香港講嘅乳化劑風暴越滾越大。涉嫌生產起雲劑裏邊含有毒素化劑嘅沃新負責人賴俊傑日前又再爆料，指其中3家嘅下游廠商將黑心起雲劑用於烘焙企業嘅果醬同香料當中，即係話而家連麵包、餅乾、蛋糕等嘅食品都受到塑化劑牽連。檢方連日追查，發現其中一間公司將塑化劑加入吉士醬、草莓醬等嘅10種產品當中，而吉士醬喺烘焙當中用途廣泛，可添加至千層酥、梳芙梨、泡芙同冰淇淋等等。檢方同時喺另一間公司發現，佢哋嘅香料產品亦都含有塑化劑，當中包括鳳凰香醬、芒果醬、蘋果醬等等6款嘅產品，相信已經轉售俾台中80幾家麵包店同烘焙企業。當地嘅專家指出，塑化劑係一種定香劑，奸商為咗令到麵包出爐之後味道保持濃郁，所以大量添加咗定香劑。台灣起雲劑嘅風暴發展至今，估計全台有超過150家嘅烘焙企業受到塑化劑牽連。ONTV 東方電視記者汪鳳儀報道。